究竟生蛇會唔會傳染㗎？大家成日講嘅生蛇，正確學名叫做帶狀疱疹，由水痘帶狀疱疹病毒引起。水痘只會一世人出一次，但係水痘嘅病毒隨時影響你一世，因為水痘好返之後，病毒會潛伏喺神經末梢入邊，趁我哋免疫力下降嘅時候就會甦醒，導致生蛇。唔好以為生蛇離你好遠，事實上全港超過90%39歲以上嘅成年人帶有呢隻病毒，每3個人之中就有1個人有機會生蛇。生蛇嘅影響唔止係皮膚，更加會損害神經系統，造成劇烈嘅痛楚，隨時阻礙工作、作息、情緒等日常生活，所以千祈唔好忽視。生蛇會唔會傳染？答案係一剔一點。對於曾經感染水痘嘅人嚟講，因為佢身體入面已經有咗呢種病毒嘅抗體，所以係唔會被傳染嘅。不過生蛇患者嘅水泡液入面係含有水痘病毒嘅。假如從未出過水痘嘅人接觸到，例如嬰幼兒，係可能導致出水痘嘅，但係就唔係生蛇。另外，孕婦感染到嘅話，係有機會影響個胎兒嘅。咁生蛇會唔會復發㗎？雖然一生人只會出一次水痘，但係蛇生完係可以再生嘅。每當身體嘅免疫力下降，病毒就會由休眠狀態入面甦醒，引致復發。高達10% 嘅生蛇患者係會復發嘅。之前咧有個病人大概60幾歲啦，生蛇，咁啊佢就係生喺膊頭呢個位嘅。咁啊初頭嘅時候咧，佢就因為唔知係生蛇，就又用咗一啲土嘅方法，又話用啲香爐灰點樣去到篤個蛇頭咁樣啦。咁啊，結果到去睇我嘅時候，已經成個幾禮拜之後啦。咁啊，我都用一啲生蛇特效藥去到幫佢醫治啦。但係咧，結果咧就都個病例嚟講都足足搞咗幾個月。咁啊，佢話咧呢幾個月佢就慘啦。佢話咧，第一就少少掂到佢咧，啲衫啊咁樣掂到佢咧已經係好痛啦。所以咧，佢話咧出席啲隆重嘅場合都去唔到，因為咧成日都要咧著啲開胸嗰啲衫咧，唔好掂到個生蛇個位，一掂到佢就話好痛。咁所以呢個 case 咧，其實咧都教訓我哋咧，第一就係生蛇嘅時候咧，就真係要快啲睇醫生。咁另外更加可以咧，就及早打蛇針去預防呢一個病例。生蛇真係經歷一次都嫌多，所以及早接種蛇針先係有效避免受劇痛煎熬嘅方法。